嚟睇睇第五題啦。第五題咧就要你揾下4513嘅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啊 ，Western Wholesale Food Market。咁我哋睇睇發生咩事先啦。咁佢又問你啊，點解揀呢個位置啊？有啲咩可能嘅原因咧？俾咗3個 option 大家。好啦，第一個 option 啦，我哋睇睇運輸方面啊。我哋睇睇呢樣嘢係咪真嘅先？呢度有碼頭，附近仲有勁多嘅公路。運輸方面係真嘅。咁食品批發市場係咪需要一個運輸方面嘅位置咧？咁係嘅，因為你批發完嘢食要運去零售商噶嘛，好自然地咧，運輸方面係一個好重要嘅 factor 啦。因為咧，你唔同嘅食品或者海鮮要透過碼頭嚟運入嚟，跟住再喺度批發，然後再透過道路嚟銷往全港咧，運輸方面係一個原因嚟嘅。咁所以1係啱嘅。2啦，大量空地係咪啱咧？咁附近你要見到咧。佢嘅位置咧都的確幾大嘅，附近仲有大空地添，咁係有空地嘅啦。咁食品批發市場需唔需要空地咧？係需要嘅，因為咧作為一個食品批發市場咧，佢係需要同時接觸大量嘅買家同賣家㗎。咁所以呢一個空曠嘅位置，一個有大量空地嘅位置咧，係極其重要㗎。咁所以2都啱㗎啦。好啦，3啦，靠近民居。大家要知道咧，如果一個食品批發市場如果靠近民居嘅話咧，佢製造嘅噪音啦，佢製造嘅交通擠塞咧，係會對民居咧帶嚟一個負面嘅影響嘅。你就算係揀一個地方，佢就算真係靠近民居，你都唔會為咗靠近民居而揀嗰度㗎，因為呢一個係反而係一個劣勢嚟㗎。咁所以咧，呢個亦都冇可能係一個原因。所以3係一定錯嘅，1、2係啱，3係錯嘅情況下，答案就係 A for Apple 啦。